在1914年正式营运的嘉义市东市场，长期照顾在地人生活的需求，就亲像是嘉义人生活历史同款。地方的文史团队配合建筑、甲艺术等等的资源来开课程，邀请高中也有高级的学生做伙来设计，让市场会当有新的面貌，嘛希望让大家了解传统市场的文化。带高中地的学生设市啊，毋但看传统的生活，嘛要看空间的改善。嘉义市在地文史团体为要活化市场内部使用的空间，邀请高中地学生做伙来参与。东市场的现况，然后它会有一些闲置的摊位呢，是目前没有被高度的使用。那团队觉得说，就是可以给青少年这个机会去，让他们提出他们的想象。在课程的安排当中，主办单位除了带学生认捌市场，嘛请大商来讲东市场的问题甲故事，希望加强在地囡仔对这个传统市场的感情。其实我起初也都不知道这里的历史啊，或者是之前在这里曾经有发生过什么事情。然后像是其实他有做的规划，其实我以前也都没有发现。对，然后是参加这场活动之后，发现像是原来有一群人这么致力于在想要经营好这个市场。这样，那想法当然是觉得不错啊，对啊，可以有那种看能不能有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上传统的元素这样子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个课程的成果是当市场的大商甲在地囡仔做伙完成的。刷来嘛去找主管单位提供这个作品，希望会当替这个市场的空间带来改变的第一步。记者林慧玲，嘉义报道。